中山真正嘅 CBD 中心，難得有房源放出嚟啦。大門口一出嚟就係我哋嘅東區嘅金融街，同稱金融街。過去唔遠就係我哋嘅最大郊野公園紫馬嶺公園，就係呢個小區。中央生態花園，3年都難得出一套嘅戶型，我哋可以去感受下。一入嚟呢個小區就可以感覺到，好似生活喺公園入邊，到處都係鳥語花香，同埋啲樹木非常之茂盛，到處望過去綠油油一片，非常之舒適。而家我哋就嚟感受下呢種難得嘅戶型放出嚟係點樣嘅。一入嚟兩梯兩戶，入嚟嘅話我哋就可以感受到啦。親客廳一體，形成咗南北對流。呢個餐廳位將近都有10平方，所以一家大細坐喺呢度食飯都相當之闊落嘅。呢邊咧仲有個大嘅陽台啦，將近都有10平方。同埋佢係望正我哋嘅小區花園，望出去一片綠，非常嘅舒適。呢邊咧就係我哋嘅客廳位，闊度都有5米，非常之闊落。出嚟咧就係我哋嘅正南向大陽台啦。呢個陽台咧將近都有25平方，同埋佢係正南向望正我哋嘅小區花園，望正會所游泳池。望出去個心情都會靚啲嘅。呢邊咧就係我哋嘅休息區啦，每個空間都好大，同埋都係形成咗南北對流。呢邊呢個房間客房將近都有15平方，都係非常之大。呢個戶型咧就有4個房、雙套間、3個衛生間嘅。呢邊係其中一個套間位置啦。呢邊呢個主人房就非常之大啦。可以感受得到，將近都有30平方。呢邊咧，我哋可以整成個衣帽間，或者整個梳妝台都可以嘅。仲有呢個位置，我要講下，佢每個房間都有呢個飄窗呢個位置，我哋可以下邊咧，我哋可以整成一排櫃，都可以將佢打咗，咁就多咗2-3平方可以使用噶啦。又要地段好，又要戶型好，最重要呢個小區呢種戶型係比較難得。比較稀少有放出嚟嘅真正嘅 CBD 中心，睇有冇中意嘅朋友，歡迎隨時聯繫。多謝。